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因来到耶利哥城，当耶稣甲伊的学生甲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有一个青面的人底麦的囝巴底麦，伊坐伫路边咧做乞食。伊一听讲是拿撒勒耶稣，就话讲：耶稣，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侪人责备伊，叫伊毋好出声，但是伊搁较大声发：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就徛条讲，叫伊过来。因就甲即个青面的人讲：你安心起来，伊在叫你呢。即个青面的人马上就放下伊的外衫，跳起来，行到耶稣的头前。耶稣就问伊：你要爱我为着你做啥物？即个青面的人回答：先生，我要会当看见。耶稣讲：去啊，你的信心治好你啦。即个青面的人念咪得到看见，就对耶稣行了。以上愿上帝祝福定定读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教会广播社社长彭兰婷牧师要为咱来传讲信息，伊要所传讲的用心看见主，请大家恭敬来听。你好，这平安真感谢主搁一遍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双连教会，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伫这我几年中间几落遍来到咱双连教会今仔日搁在的时阵，我伫咧目睭安尼闭起来的时阵，想讲若要用几个水果来形容双连教会，我会想着什么款的一个轨迹因为2006年台湾教会广播社有出一款的一个卡len达月历，用这个台湾的轨迹来比拼圣神的轨迹所以当我目睭安尼开起来的时阵，想着讲双连教会亲像这圣神的轨迹内面来用台湾的水果，一个是叫做芭乐，另外是一个是苹果。是安怎讲是芭乐呢？因为芭乐就好亲像是圣神轨迹内面的中心。双连教会常常咧创新，总是呢性质无改变，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教会。是安那芭乐是中心的，因为咱来看，你若今仔日食芭乐的时阵芭乐籽若对咧吞咧腹肚，安尼叫做西柚特马罗。明仔载就看到共款这芭乐籽安那对咧出来。毋是你甲迄个芭乐籽摕去种共款佫生一丛芭乐树足大丛双连教会是一个中心的教会，虽然常常咧创新，总是咱的本质无改变。第二个，双连教会嘛亲像一粒苹果，苹果就好亲像圣神轨迹内面迄个良善。什么是良善呢？良善是一款对别人的好款待。良善是一款的慷慨，这个慷慨毋是代表家己真有，无爱用才互别人。这个慷慨是代表着讲，家己虽然真需要，总是看见着别人需要的时阵，又愿意去摕出来，甲大家人分享。安尼是一个良善的表现，嘛是一款慷慨的表现。真感谢主，互双连教会。对我的心目中看见，好亲像一个芭乐，也亲像一个苹果一样。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组织，因为圣神的引带，也因为阮做伙领受着圣经顶面的教示。主打这点，愿圣神来到阮中间，互阮逐人天条。伫这内面，做伙看见着圣经顶面信仰前辈因所留来、写落来的见证，这个要成做阮上好的帮衬，
引带阮行伫正确的道路，会当学习也自信看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即个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用这段圣经节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的题目定做讲用心看见主，因为念伊咱会看见，讲到底什么人才是盲人？到底什么人才是一个会当看见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当耶稣基督伊来到这个世间，为着要宣扬上帝的一个国度，伊要拯救世间人，要来脱离款黑暗甲罪恶。总是咱在想，若要拯救别人脱离黑暗甲罪恶，伊就是家己本身爱去面对这款的一个挑战甲艰难。头拄啊，咱师会黄长老有咧讲到，讲这个刘小波伫1989年的时阵，等于到伊所徛去伊的故乡中国，然后咧，因为伊爱面对款一个恶势力，被关家也是被软禁28年了的时阵，来失去伊的性命。主耶稣基督，伊嘛真清楚，要将这个上帝的国要来宣扬的时阵，伊到落尾一定要行进一条不归路啦，无迄款会当越头的。所以呢，伊要进到耶路撒冷城。所以，连遐这咱来想看卖咧，伫咱所看这个圣经内面，伊要进到耶路撒冷城进前咧，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这3本福音书的作者，拢共咧记载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就是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这个故事。伊伫盲人，互伊会当看见，那咧代表什么意思咧？代表就讲，这款就是耶稣基督要互人类伫黑暗中见到光明，这就是伊上要紧的一个工作。伫黑暗中见到光明，这是一款的拯救，嘛是一款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是记在什么所在？咱来看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伫遐真明白，甲咱，互咱会当了解。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伊遐咧讲到，讲一起头是安怎？深渊的面上黑暗，无光明，是迄款黑暗。总是呢，第3节内面讲到讲，上帝讲就有光，上帝讲的话有准绳，就有光。然后呢，叫暗是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安尼代表是啥？一个创造一个起头是先有暗，了后才有光明。那安尼咱会当去想起着讲，马太福音书内面有记载一个故事，不哩趣味啊讲有10个在色女，应该讲是判价啦。这10个判价有5个有知识，有的5个愚公，有知识的有准备油灯油料，伫遐咧等待新郎来。咱会想到讲这有准备真要紧，但是咱有搁继续去问无？目标机标是安怎？犹太人娶某拢爱咧偷偷摸摸，那拢是暗时来咧娶某，但是咧日落了后，才是一天的一个开始啦。对因神学上来看，讲迄个黑暗中是一天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因嘛有照这个传统，是这个黑暗中伫遐咧来做这款的一个礼拜这款的一个仪式。那呢，今仔日用到这个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我要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文字事工嘛，亲像耶稣基督，伊伫盲人同款，要互咱脱离心灵盲人的一个处境。要开启咱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咱来迎接一个新的世界。要因为咱用心看见主，咱就要无同款。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讲有一个盲人，这个盲人叫什么名？圣经有记载叫巴底麦对无？巴底麦敢伊的名？毋是呢，是安那呢？伊安尼写讲底麦囝巴底麦啦。那原文这个巴底麦这个巴的意思是讲什么人的囝？所以呢，底麦囝的巴底麦就是讲底麦囝，安尼叫做巴底麦啦我想起我细汉的时阵伫中华教会咧出入的时阵，阮老爸甲我号名足好听咧，足奇怪，遐长辈看到我的时阵拢爱甲我滚笑，袂甲我叫讲这兰亭来拢甲我叫啥讲迄春生囝来啊，春生囝来啊，春生是阮老爸名。春生仔囝，
我听着吼，安尼心肝咧，我足奇怪，我都有名，啊是安要甲叫这春生囝安尼吼。啊，当然伊是一款军声笑，啊，总是咱听着真爱叫。伫遮是即个福音书的作者嘛，咧甲咱表明一项，巴蒂麦，哎啦吼，弟麦囝啦，弟麦囝啦，伊无名。若是无名的时阵，互咱看见讲，啊，即个人有老爸，但是有老爸的人竟然乃沦落到即款的一个地步。咱想耶稣基督，伊直接拢称上帝是天父，啊，咱拢是上帝囝。咱无应该伫即个心灵上的沉沦。另外咧，互咱看见着讲，即个盲人咧，伊拄着三个问题啦吼。倒三个问题呢？第一个，因为伊是盲人，伫暗中伊无法度看见；第二咧，啊，伊是乞食，所以咧，伊无生的能力；第三个部分咧，无地位，所以咧，伊无尊严。既然人伫遐咧化休，啊，真无尊严。但是今仔日咱看有一个真大一个改变，什么款的改变呢？当即个巴蒂麦伊听见伊无看见，伊听见就讲吼，真侪人咧讲哦，有一个耶稣，啊，什么人是耶稣？爱的拿撒勒人啦，什么叫做拿撒勒人？一个吼足细城出来一个人啊，哎，拿撒勒人或者耶稣啊来啊啦。虽然吼真侪人伫遐围，但是因感受就讲，哎，拿撒勒人。啊，总是咱看，即个巴蒂麦伊听见即款代志的时阵。伊用什么款的话语伫遐咧喊话，咧表明见证一个信仰，伊听见啊，所以伊伫遐咧话什么呢？伊话讲吼，代笔的护卫，你可怜我。什么是代笔的护卫？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称呼。伊感受到啊，虽然伊讲伊无看见，但是咧用心来感受到即个时阵，要来表明着伊一个信仰着。你晓这，今仔日你是耶稣，对你来讲是一个拿撒勒人。其实是一款代笔的护卫一个感受咧。福音书的作者伊用非常强烈的对比来写这个真短这段经文，因为犹太人认为讲拿撒勒城免有法度出什么大人物，因真质疑啊，甚至讲都目睭互你看见啊，看见讲伫遐做真侪奇妙的代志的时阵，赶快讲，哎，拿撒勒人，总是呢，这个听见的人，伊特别来话讲弥赛亚。伊来画代笔的护卫，咱伫遮咱就来问讲，那安尼到底什么人是盲人啊？现代拢会讲一句话讲吼，装睡的人叫不醒啦吼，假困的人叫袂醒，啊吼，唔愿承认的人嘛无法度看会见。巴蒂麦伊甲耶稣基督相拄的时阵，要来开启伊一个美丽、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啊，咱煞接来看第10章48节。底下足侪人咧责备即个巴蒂麦咧，甲伊讲哦，点啊，莫出声啦！奇怪呢，啊，有人咧话咱的老师吼，话伊是弥赛亚，啊，咱会做电倒叫讲吼，莫出声。咱来想，咱来看见着讲啊，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即个头前吼有几啊段一个故事，其中一段是啥？其中一段是10章35节。即个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来见耶稣的时阵吼，伊咧对伊安怎讲？伊讲吼，老师，拜托诶，咱来边仔小参详一下吼，小安尼吼，斡旋参详一下，讲要进城去安尼，那进城了吼，是毋是吼？互阮两个兄弟啊，一个坐你的正边，啊，一个坐你的倒边，安尼敢好？啊，即个坐正边，参坐倒边，来用这现代国家的术语吼。叫做啥物？讲吼，一个是行政院长啦，啊，一个立法院长啦，啊，一个坐正边，啊，一个坐倒边，安尼好无？啊，总是咱看耶稣基督的回答，并毋是安尼。耶稣基督伊款的一个回答，是要互因了解到，讲任何人若用利益做中心的时阵，伊的眼光是非常短，嘛，而且呢是被砍掉的。啊，所以互咱感受着讲。耶稣基督，伊并无认同即款的一个思考。啊，这个咱来讲定，咱来讲吼，信仰内面有一款叫做吼成功的神学啦。总是伫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伊所表示，伊感受到耶稣基督是一款人的一个奴仆。那安尼，咱继续来看10章49节。耶稣当听见伫遐徛的时阵，伊就爱伊过来，伊爱巴蒂麦过来。
因为伊无愿意有任何一只羊无牧者的一个照顾。这个牧人呢，伊嘛做一个动作哦，伊做啥物动作？伊将伊所有的，就是迄领外衫，甲伊脱了，就是伫遐抹垫啊，行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那安尼，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当迄款放杀伊所有的时阵，会当对照搁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为着囡仔来祝福。耶稣基督伫即个第10章第15节的时阵，伊为了咧讲，我实在甲恁讲啦，既若要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入去啊！即个故事呢，咱来看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伊后壁随着佫接一个少年财主，真好业，真安尼含山木真缘投，佫是官呢，总是即个人呢，伊太有咧。啥物物件拢有啊啦穷得只剩下钱伊足有诶。但是耶稣讲你遐拢卖甜来对我就对啊。但是咱看见就讲，伊只好安尼无意无意的离开去啊。总是今仔日互咱看见这段经文，巴底买这个动作，互耶稣基督甲伊讲，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你兄弟，什么是信？信是一款未看见的相信，安尼才是真正是信。这是20世纪真出名的海伦凯勒伊受到一个教育因为咱知影讲伊是多重障碍，伊毋但是无看见，甚至呢伊也无听见无法度讲话，但是伊到这个铂金斯学校去受教育的时阵来改变，因为伊用心去认捌这个世界。咱嘛要用心来认捌咱的主。当你用心认捌世界的时阵，咱看见无共款。伫即个铂金斯学校内面伫遐咱看有一条蛇下面那是一个蛇即个蛇是帮助这个盲人伊毋爱运动咧运动的时阵，就互因会当去手划迄个蛇因就会当尽量去走，无要紧，免烦恼，免惊你划的时阵就互你有一个方向会当去。信心就是命运的主宰。这句话就是出自这个盲人海伦凯勒伊所讲的。今仔日互咱看见，巴底买伊用心来体会时阵，伊嘛真正伊来改变煞接咧，伊伫路的就来跟对耶稣基督。这款的一个感动，而且我嘛要讲真感谢主，伫黑暗中会有拯救。人类的历史，就是伫黑暗中主的找见有真侪圣心感动的人。伊要来到咱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中间，亲像伫1885年，巴克利牧师伊就来办报纸。这款办报纸就是开启了台湾人信仰的一个眼界，互侪人会当透过学习真简单的一个白话字，认捌上帝的话。这敢毋是共款伫黑暗中，咱就来看了一个光明嘛？包括着巴克利牧师伊就认为讲这个汉字真歹学。咱会当用真简单的这个白话字，就来认捌圣册，这真正是真了不起互人每一个人咱的这台湾人会当用家己的母语你若会晓讲母语，你当写出来，你就来认捌到主耶稣基督这个道理这个是巴克利牧师台湾教会公报对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一直到今仔日已经132年久。这132年中间，阮相信，这个报纸是一直互读者会当确信所信的是真理，互真理会当影响着性命。这份报纸呢，咱对咱长老教会以外是咧传扬咱的福音，甲表达咱长老教会信仰的价值观。对内也是会当有教育，咱个人的一个反省、沟通，嘛，互咱会当彼此教会甲教会之间有经验的一个分享。伫遮呢。除了讲，这个目睭会当看见的人，受到这款的好款待，做盲人真感谢主，嘛有一位甘威廉牧师，伊呢来办理这个盲人的一个学校，包括伊会当做这个点字我相信咱会当真清楚，伫咱教会内面嘛有真侪咱的盲人朋友会当使用这个点字，这个呢，拢是利用这个工具。因为透过着文字，咱就要开启咱的一个心门，咱带来一个真大的一个光明。
真感谢主，伫台湾教会广播社不断嘛咧学习，嘛咧创新，嘛咧进步。伫即款创新进步中间，我嘛咧开新的一个世界，要对文字来改变人的文化，也因为文化会当提振着咱文学然后咧发展着一个真侪文化创意的这个产品，帮助较侪人随时伫人生的道路拄着耶稣，就来跟对这个基督，用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的方式，全然来接近主。所以呢，阮伫台湾教会广播社的这个台南门市嘛咧做一个改装。去年的时阵，我已经有向大家做一个报告，目前呢已经到上尾声吼，已经都要完成啊。咱会当来看吼。伫即个台湾教会广播社台南门市的一个改建，咱看这吼，最近自由时报报真大篇吼，真做是台南的一个真夯的热门景点，足侪人拢爱去教会广播社头前打卡，是安怎呢？因为我有一个装置艺术，阮将即个教会公报吼，原本有迄个全栏甲伊做好真大本，即个上定啥呢？上定讲一个册的一个溃烂。亲像骨牌吼，会当安尼塞倒真侪代志，塞倒真侪物件吼，即款的文字的一个力量吼。这报纸拢伫遐报，哇，真趣味，真侪人拢伫遐打卡吼。煞接咱来看，伫外面吼，因为进前有即个台电的变电箱徛伫迄个所在，足歹看。阮就咧想讲要甲伊包装吼，然后咧转用即个甲设计，即个图是啥呢？即个图就是原来吼，咱来看这。原来印刷机伊来到台湾的时阵，伊对苏格兰坐船来到台湾的时阵吼，毋是规台好好呢，是11箱拢是零件。来的时阵吼，无一个人会晓甲伊装起来，嘛无人会晓使用。好佳哉是巴克利牧师，伊转去苏格兰的时阵吼，伫遐看学，然后呢，佮再转来台湾的时阵，伊转甲伊装起来。所以咱看迄吼，迄是一个零件的图吼，拢从11箱来。好。咱进到内底的时阵吼，当看见就讲，即目前是一楼吼，咧做改建的部分。阮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甲伊放伫即个所在，就是望侪人，你会当透过就讲，体会迄款一个印刷的一个感觉。即款的一个印刷的感觉呢，伫今年2月国际册展伫台北举行的时阵，咱的电视台民视吼。伊对啥物拢无兴趣，敢若对即台印刷机有兴趣。伫遐吼，伫遐报道讲，台湾第一台印刷机，阮家伫遐做展览，嘛，互真侪人会当伫遐来使用。咱看觅咧，透过即款的方式，咱咧做传福音的工作，有侪人伊无的确伊认捌福音，伊对这福音有兴趣，总是透过即款一个历史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方式呢。会当引传更较侪人，伊嘛用即款简单的故事性来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认捌着宣教士因安怎用心。这是伫1楼吼，阮将真侪老相片，包括有真侪读时阵的即个拍字机吼，以及有一个是会当互大家来做即个白话字真简单的一个教学，徛伫迄个所在。然后我嘛有做真侪文化创意的这个商品啦吼，因为咱知影讲有侪人伊毋是较爱看册，但是咱要安怎将即个有信仰的一个元素会当摕转去因厝内面，一直逐工伫遐看的时候，伊就得到即款的一个感动。所以这是伫2楼有一个亲子共读区吼，用足水，即摆已经足侪爸爸妈妈吼，开始拢带囡仔来遐看册。我嘛伫遐刻一台铁牛吼。这是会当互原住民的一寡农产品，加用广播社做一个平台。另外有一个足大做的一个十字架刀这十字架刀来面顶拢刻这个真复古的一个台灯就是真望每一个人来到这时候，你得好好坐落来，好好伫享受款读册的一个快乐这是一个文化创意的一个墙煞接伫遮这是阮感觉讲，这是阮真骄傲的所在。什么所在呢？讲要做甲比成品更较成品。每一个人坐伫遐的时阵是安尼安尼真安然自在伫遐来看册。所以讲一人一个位安尼会当好好坐伫遐。
这碰意啦吼，这改真水的时阵，东港拢甲我问讲社长安尼敢好？是安那毋好？哎哟，你安尼改落的时阵，即摆改甲遐尼水，真侪人吼，咱开门就开始坐伫内底，一直甲咱掀车吹冷气，淡仔一直掀吼，掀甲咱大洋的时阵吼，嘛一本册拢无买呢，要安那？我讲吼，如果若一个人，伊来坐规工，伊伫遐真认真伫遐看册，享受款读册一个快乐，然后伊的生命得到一款的改变。你感觉这个较要紧，还是你卖一本册出去较要紧？我听了就感觉真有道理。大家就感觉有影呢吼。结果吼，都人客未来时阵，家己嘛先坐坐，坐甲足欢喜安尼哦。这是款一个感动，咱要透过这款的一个方式，互人去感受到。伊自然这个环境改变，伊就要来用心来认捌咱的主。所以今仔日我用这个用心认捌主，互咱看见着讲，目前台湾教会广播社，阮继续伫这个顶面不断努力，就是毋茫讲这个文字事工，嘛甲咱双连教会共款。虽然常常咧创新，总是咱的本质无改变。本质无改变，总是咱嘛常常爱创新。下面我有一段影片，差不多5分钟，要请大家来做伙来观赏吼，会当了解到目前教会广播社阮所做的这个事工。伫咧看这段影片之前，我嘛要搁一遍来向咱双连教会说道谢，因为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支持，对阮的长期不断的一个奉献，所以呢，阮常常伫即款真好亲像用要过入去中间吼，悠然感受到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气力咧甲阮支持，而且爱向咱双连教会说一个道谢。嘛真感谢咱双连教会吼，继续将恁真优秀的蔡牧师会当继续担任阮的董事长啦吼。讲即句的意思讲吼，这双连教会是甲广播社吼是裤头甲做伙吼，这成败吼，我啦算伫双连教会，我啦算一分啦吼。来，咱来看一段影片。台湾教会广播社一直以来毋是用趁钱、盈利咧做目的，所以目前咱所发行真侪刊物，拢是真望讲吼，有钱的教会你会当加负担来帮衬这弱小的教会，有需要看真侪福音刊物的教会或者是读者，因拢会当做伙来享受这款主的恩典。所以目前台湾教会广播社，咱每一礼拜拢发行超过2万份，咱逐礼拜拢有真侪义工将这个伫遐做打包了，咱送到无共款的一个教会。另外伫咱的更新周刊。更新周刊伊一直是拢真软性，会当透过着真简单的故事，互人参人之间会当来和好。所以目前更新周刊伊每一礼拜拢发行18万份以上。除了这以外，教会广播社嘛不断求新求变。咱除了有出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以外，咱嘛有发行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因为咱相信讲透过着读经，甚至是读经的运动，拢会当帮助咱的生命是不断伫遐咧换新。所以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每一季拢发行5万份。所以阮嘛配合这新眼光读经手册，伫2017年开始来发行一个叫做“充满我”，充满我。这个充满我是真望讲，当你咧读经的时阵，你的手嘛会当震动，你会当将这个圣经内面的话我咱家己抄写落来，
所以阮有发现这个充满我。煞接咱嘛看见到伫台湾教会广播社内面的一个刊物，就是亲子报。这个亲子报是真望讲，这个爸爸妈妈吼，你拢会当带着囡仔做伙来看报纸，有一个亲子共读，这增加着讲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我想一个信仰文字的呈现是爱不断来创新，不断来改变，不断来进步。咱一定爱伫这个网络，咱来用这个电子化一个概念，所有的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任何的这个电子的一个3C的方式，拢会当伫顶面来看见到台湾教会公报内底所咧，阮的描写的这个新闻。环境会对人带来真大一个改变。如果咱会甲咱的环境用好的时阵，人的心情会做真大一个改变。所以，伫台湾教会广播社，阮对这个台人门市开始来做改变，就是望讲这款的环境是咧提升咱的一个读册风气。这个改装是望讲会当做市文运动，所有的市文运动就像第一，咱咧做一个文字的一个中心，咱来真望讲这是一个改变台湾人文化的一个所在。这个二楼呢，这款的一个设计阮真望讲每一人行入来的人，伊会当伫遮来享受到对这个册本来得到一个感动。煞接的真望讲透过伫遮会当有真侪文化创意的这些产品来帮助人，伊的生活中，和生活甲信仰、生活拢完全做一个结合。目前咱嘛将这个地下室是互员工礼拜以外，这个地下室伊永远会当扮演一个展览场的一个角色。阮定定会当举办做这个新册的发表会，嘛会当利用迄个真好一个空间，大家做伙读者、参作者，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交流甲互动。目前改装到即阵已经是将近需要800万的一个经费。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伫经济上一直有真大的负担，总是阮依然坚持要将侪文字刊物免费提供给所有想要认捌主的兄弟姊妹。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咱兄弟对阮的支持、关心甲奉献，也请恁继续甲阮为着上帝国的起造同心来努力。心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伫黑暗中，要因为拯救得到光明。愿你继续引带带领，互双连教会要成做是金的灯台，照光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台北黄金的地区，也恳求你继续，互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的事工，的确利益众人。献上阮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